大家知唔知咧？其實80%嘅紋繡師咧都未必了解眉骨同原生毛髮之間嘅關係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下眉骨同眉毛之間佢嘅關聯。咁我哋喺了解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，眉骨佢唔係一塊完整嘅骨頭，而係眉弓骨同眼眶上緣嘅骨骼結構。你會發現眉弓前面係凸起嘅，中間一段係凹陷嘅，後面就慢慢向下接住眶上緣。所以咧，眉骨同眉毛嘅關係主要有兩點。第一，骨骼嘅輪廓會影響毛髮嘅走向，眉骨嘅弧度、高低同闊窄會直接影響原生毛髮嘅生長方向同埋形態。例如眉骨高同凸起嘅人咧，佢哋嘅眉毛好大機會會向上揚，或者會有比較明顯嘅弧度。咁眉骨比較平嘅人咧，眉毛通常都會比較直或者自然向下垂。眉骨嘅位置喺額骨最下緣啦，由高慢慢變低，所以眉毛通常係由上至下，由高向低咁生長。眉腰同眉骨一樣，一係凹一係就係平，所以啲眉毛會向後慢慢延伸。凹陷嘅位置咧會形成拋物線，而且嗰度嘅眉毛係特別濃密嘅喎。眉尾嘅眉骨就會慢慢向下接住我哋嘅眶骨，所以眉尾嘅毛髮咧都係向住眉骨嘅形態向下或者向後生長。簡單啲嚟講，眉毛髮咧係依附骨骼咁生嘅，毛囊嘅生長分佈通常都係跟住骨骼去走嘅，所以眉骨嘅形態限制或者導致原生毛髮嘅天然形態。你嘅原生毛髮走向同骨骼有好大嘅關係咯。咁當我哋了解咗生長嘅走勢之後咧，先可以更加好咁去結合眉骨同生長嘅方向，設計出你想要嘅原生眉毛。